轻度风台泰利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，也毋过受到泰利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哦。气象局嘛提醒讲，台湾海峡南部的风影会较大。另外，南海甲菲律宾东边的海面上，阁有一个低气压等的发展哦，有可能会形成风台。今年第4号风台泰利7月15拜六形成，目前是轻度风台。气象局表示，风台目前以10点钟18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行，往江西甲越南的方向刷叮当。上近拜3地减弱，对台湾无直接影响。那在今明2天可以看到它持续稳定的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，大致上呢，到了周3左右就会来到接近广西越南这一带，并且减弱消散。也那这几天的天气，气象局表示，这几天过到了后，热对流明显，全台湾爱洗哩会到西北雨。拜3正正水气较济，雨水较高，嘛要注意。阁有低气压等咧发展，无排除阁有风台形成。从周3开始，太平洋高压的势力有逐渐的往西伸展的趋势，而从周4一直到我们的周末的这一段期间呢，台湾上空大致上面都是受到高压势力的影响，因此呢，大致上面是比较晴朗稳定的。不过也可以看到，我们在南海到菲律宾东方海面的这一带，持续都有一些低压扰动的讯号。受泰利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气象局提醒，台湾海峡南部风影较大。另外，日时的天气嘛是真烧热，17中昼左右，气象局针对台北甲台中以南发布感冒烧的高温警告，爱说哩高温会超过36度。记者陈阿轩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